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拜一到拜五，大家做事食头路，无用试试，无时间小休产一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休，好有休，休产的休，读第4条。这个休就休息、停困的意思，咱讲是休困、休产。另外，上班做事中昼休息的时间，咱讲是休昼。若学生囡仔热天休暑假，咱讲休热；若寒天休过年，咱讲是休寒、休冬、放冬。找所在过暝，咱讲是休暗，有人讲是休暝。一天做事做煞休困，就是休工；若假日唔免上班，就是休困日，有讲是休困时啊。半路找一个较清静的所在小休困者，咱讲是休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休空，也就是工课先暂停、晚停工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休困时啊，会当讲是休息的时间，嘛用讲是假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为了这个重要的案件，无暝无日拼几落个月啊，总算已经完成，用个好好啊休工啊，已经计划好休困时啊这段时间，要好好啊小休产一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休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